董永賣身。漢朝時候，有個叫董永嘅人，非常孝順，但係家裏面好窮苦。父親去世之後，冇錢辦理喪葬，董永就賣身為奴，用賣到嘅錢嚟安葬父親。葬咗父親以後，就依約要去做工償債。走到半路，忽然遇到一個女子。呢位女子話自願同董永結為夫妻，就一同到債主家裏面去做工。債主嚴苛咁命令佢要織好300匹嘅沙羅布料，先至能夠抵掉賣身嘅錢，先至可以返屋企。邊度知道董永得到咗妻子嘅幫助，唔到1個月功夫就全部織完啦。債主非常驚訝，但係仲係要讓董永離開。佢哋走到咗槐樹下，從前同妻子相會嘅地方，妻子就要辭別董永，並且話：我係天上嘅織女，天帝被你嘅孝心感動，特地派我嚟幫助你㗎。講完話就騰空而去啦。董永家貧，賣身葬親，天譴仙女，即兼原民。董永性至孝，家貧，父死，賣身太前而葬。及往常宮，徒遇一婦，求為永妻，同至主家，令即兼300匹乃回。1月完成，主大驚，慶永歸，至懷任會所，撫持永曰：吾織女也，天帝感君之孝，令我相助矣。言訖凌空而去。